话讲有一个人名叫莫天，伊住伫一个真平静的小城，每日生活拢差不多：食饭、做工、困；食饭、做工，搁困。日子一年一年过去，看起来真正常。但是最近这几工，伊开始困袂去，半暝啊，全城拢困去啊，只有白天也袂困，变过来变过去，变过来搁变过去，心肝若亲像缀一块大石头，讲袂出是啥物原因，就是感觉怪怪。有一暗，莫天坐起来，顺手摕一本册，这是一本真旧的册，伊一页一页慢慢啊咧看。忽然间，有一句话跳入伊的目睭：人若趁着全世界，赔偿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益处呢？莫天硬掉咧，看一摆，搁看一摆，心肝开始砰砰叫。奇怪，我这一世人到底在追求啥物？趁钱、工作、名声、成功，若最后性命失落去，安尼有啥物价值呢？这一暗，莫天要起来时，忽然间感觉脚趾片顶好亲像加一项物件，真重真重，愈来愈重，重甲腰伸袂直，重甲心喘袂过去。但是实际看无半项物件，伊毋知影这到底是啥物。不过莫天知影一件代志，伊的人生要改变啦。因为这个重担无可能永远歹落去。要知影这个重担到底是啥物，要知影莫天要安怎脱离这个重担，请听后回分解。